根據啟德郵輪碼頭嘅船期表，今年頭3個月只有27日有郵輪停泊。換句話講，只有大概1/3嘅日子可以做生意。有區議員認為政府應該同國際同埋內地嘅船公司或者相關業界加強交流，宣傳啟德郵輪碼頭。除咗郵輪之外，吸引更多遊艇同埋遊客嚟碼頭消費。咁我知道有一啲嘅船家都講，如果一隻遊艇可能大概有5-6個船員到嘅一個 size 嘅遊艇咧，嚟到香港可能係1個禮拜咧都可以使到200萬嘅咁樣。咁其實帶嚟我哋即係本港嗰個嘅旅遊業嘅效益咧，其實都非常之好。咁但係當然亦都要去去優化翻我哋喺啟德區呢一邊嘅一啲遊艇嘅一啲設施啦。政府計劃將疫情嘅時候被用作社區隔離設施嘅啟德碼頭空間，改造為青年發展設施，包括青年驛站旅社，邀請嚟自世界各地嘅年輕人入住，亦都會設立青年文化藝術同埋體育交流空間，俾本地同埋海外青年交流。張景芬期望啟德郵輪碼頭將來可以同青年旅社同埋已經開幕嘅啟德體育園合作，進一步帶動碼頭嘅人流同埋發展。令到佢嗰邊可以成為一個青年或者青年創業創新嘅一個地段，可能會唔會喺裏邊去做一啲假日嘅市集咧，或者係一啲假日嘅音樂嘅活動，同時間有可能同體育啦或者旅遊可以掛鈎嘅一啲活動，咁既可以幫到青年之餘咧，亦都可以善用到本身嘅土地。咁所以點樣可以由青年驛站帶動到郵輪碼頭，而由郵輪碼頭又可以帶動到去體育園或者係其他嘅啟德嘅一啲重點嘅地方咧？咁其實呢個我覺得係可以靠着唔同嘅一啲板塊、唔同嘅持份者都可以幫到手。但係梁堯忠就認為單靠遊客嘅話，始終唔足以支撐更多碼頭商戶。認為政府應該考慮點樣同時吸引本地人到碼頭消費，等到有一定本地客源之後，先至考慮邀請大量商戶進駐。政府可能都要諗諗，其實郵輪碼頭嘅定位，咁可能係咪淨係攞嚟做招待遊客啊？定係其實佢可能都要攞翻個平衡，就係招待遊客同埋喺招待本地居民，其實係咪都要引入翻一啲即係生活上面即係一啲基本品嘅一啲嘅鋪頭？咁因為本身喺嗰個郵輪碼頭嘅嗰個跑道嘅地段呢，其實都有頗多嘅住宅呢，將會係有一啲即係居民去到即係入住嘅，亦都可以對於進駐嘅鋪頭嘅生意都可以帶嚟一啲嘅保障。要吸引港人消費，張景芬就認為要先改善啟德郵輪碼頭嘅交通配套。因為而家暫時嘅巴士同埋小巴都係即係有限度嘅一啲嘅服務啦，咁樣咁啊，當然而家可能住戶可能係有1-2個屋苑，咁但係當然去到往後其他屋苑落成，甚至乎其他屋苑都係多啲業戶住戶去入住嘅時候咧，多啲巴士線多啲站咧，其實對於嗰邊嘅即係居民嘅出入咧會方便好多。